會啊，專程睇周國雄。你咁啦，不如亦都有通過波仔，你氣夠唔夠啊？大便啊咩各方面今天是5月23，星期因為佢4。專程都好高。啊，呢度係呢度，馬來西亞人，馬來西亞人，量子檢測分析報告。歐建國。其他嗰啲咧就冇咁好㗎，因為任佢講係4S㗎嘛，買全嗰個呢個唔係10。你買10S嗰個經濟數就係效果好。你一陣考慮黃建真594，個個都咁話㗎啦。哇，正常，檢測結果全部正常。哎呀，林少。佢打錯字啫，佢冇有同名教練嗰啲。佢攞完報告冇問題咧，就可以出去交報告㗎啦。交報告嘅可以係講你問題，咪交呢個文件交文件。我都係交文件，係咪喺出邊啊？嗰度？係啊，交唔翻。你咧？我睇唔到咯。有問題就啦，繼續留低。落地真係又冇，落地係繼續，係繼續。落地攞唔到啫。優惠，因為個輸宿經特別係喺公司冇嘅買唔到嘅。咩啊？輸宿經。哦。你落地係350。可唔可以係坐低，係坐低，有問題全部坐低先。係人喺出邊。邊緊？要強度嗰地今次先攞到嗰個嘅買餸同埋李良澤。冇牌證咧，其實都應該有嘅。等一下，在裡面吧。等一下，我開位置給你吧。都係會有嘅。應該係因為正常嘅前線係如果冇牌證咧，都係前線都係你拎本擔保入去裏邊啦。咁啊冇乜話嘅影響嘅，你冇血精就得啦。如果血精就差啦。不過咧應該正常都係有。頭先咪有徐生，第二位你啊嘛，第二位係。乜你唔行咗，我猛等你。頭先咪有先生想問嘢㗎，頭先有位，唔係，頭先有位想揾先生話想買嘢㗎，先揾先生。我等緊嗰啲嘢。好。係啊，馬上死人㗎，真係㗎。你其實應該減少下咯，你最好好，即係控制下自己可以。但係能夠做咧係好啊，緊要㗎。你中國人係咁攰啫嘛，其實呢啲根本係正常嘅，因為人嘅基本人性嚟嘅。而且我哋講因為咧，你仲有一個咧，佢因為性生活，隨便未啊？隨便係咪啊？得你入去啦。馬上覆啊，同埋咧做一個咧增加嗰個速度值好㗎，但係可以做係好㗎。你入去可以。喂，你入去陳嗰度啊？
呢個絕對啦。基本正常，基本正常。到邊個？到邊個？好，係咁。翻啲凳去呢度，變咗過一個啫，可以繼續坐喺度。攞翻去好犀利係嘛？CDC 有問題咯。啊？你騰高啲。